第40届全国地震杯活动比赛第一杯正式比赛进程，透过威尼斯嘉年华的热情表演以及英雄系列精彩活力的舞蹈带动之下，伊甲在场所有选手互动，嘛祝福选手良好的表现。这届由台南所举办的全国地震杯，总共来自全国64个单位、232支队伍。将近2500位地震人员，被做伙用体育竞赛甲趣味活动来互相交流。13号伫昆山科技大学体育馆盛大开幕。今年台南市地震局为了筹办地震杯，真正是全体总动员。会中局长嘛，伊甲参赛队伍留念，嘛借机会来行销台南。地震杯它是有一个传统，每年持续的在各个县市举办办理。那除了呢培养这个正常的休闲活动之外，好，那也让呢所有的地震人在公务繁忙之余，好，可以有一个正当的休闲活动，并且呢有一个怡情养性的好场所。那么在今年台南举办呢，我们台南市因为有各项的文化古迹、美食，还有艺文活动，在这里呢，我们都会把所有的资讯提供给大家，也欢迎来自于全国各界的好朋友多多走跳台南、游走台南，在台南体验台南的魅力风情。随着开幕活动圆满结束，各种的比赛马上展开，做回来体验地震人的热情甲活力。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